后来国内的疫情有较回落，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继续来推动。教育部的规划，要伫大学开设着东南亚的相关的课程，要让更较侪大学生来认捌着东南亚国家的文化。目前国内有4间的大学开始来试办。第5月底就是一年一届的开斋节。一群来自台湾的少年人，带着气球甲花蕊，伫台北车头，要甲外籍的移工朋友斗阵来欢喜过节。过去非营利组织都要靠着家己独立募款办活动，希望台湾人会当更加认捌这东南亚来台湾打拼的朋友。即马教育部原来斗骹手，伫大学要开设相关的课程。等于是我们可以正式的跟大学来做合作，那带着更多学生去第一线的接触移工，而且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国际观的培养。108学年开始，四大、政大、中央甲中兴大学分别将对翻译、社工、社会，也个法律的领域开设东南亚的相关课程。来自政大这位印尼华侨学生甲咱讲，因为有这课程，互伊伫学校结交真侪台湾朋友。他们有学到印尼文，所以他们会简单跟我说印尼文，所以我觉得很好，很棒。课堂上面除了教语言之外，也会教很多文化。大学重视南向政策，透过课程的安排，为学生建立多元友善的国际观，嘛希望未来伫台湾会当有更较侪多元文化的产生。